磨練中活出勇氣，以弗所書6章17節，並戴上救恩的頭盔，拿着聖靈的寶劍，就是上帝的道。我哋唔應該再陷於悲傷同埋牢騷之中，因為主耶和華係我哋生命中嘅喜樂同埋詩歌。佢係唔願意見到佢嘅百姓終日埋怨，更加唔願意我哋喺屬靈嘅戰場上畏縮。我深信主已經賜咗俾我勇敢嘅靈同埋強健嘅心啦。呢個係一份殉道者一般嘅決心，為要見證佢復活嘅大能。我渴望成為佢國度裏面嘅英勇壯士，堅定而唔動搖。求主攞去咗我內心嘅膽怯同埋貪圖安逸，因為我明白呢一條跟隨佢嘅道路係犧牲奉獻之路嚟嘅，真正嘅回報並非喺今生嘅虛榮。因此我喺呢度立志要穿戴上主所賜嘅全副軍裝，就係救恩嘅頭盔同埋公義嘅護心鏡，真理嘅腰帶同埋平安福音嘅鞋子，信德嘅盾牌同埋聖靈嘅寶劍。我意識到呢個係一場短兵相接嘅戰鬥，面對仇敵，我絕對唔能夠投降嘅。正如主耶穌曾經經歷過嗰個巨大嘅戰爭。如果我仍然貪戀物質享受同世俗嘅安舒，就係尚未預備好進入呢場服侍啦。我必須將對天國使命嘅責任視為最高優先，將個人嘅生活同埋願望放喺其次，好似耶穌喺地上侍奉嘅時候咁樣，一心去遵行天父嘅旨意。羅馬書15章3節嗰度，保羅話：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，我點能夠放任肉體嘅慾望呢？嗰啲私慾只係會引向惡事。我唔再依靠血氣之勇，因為咁樣係唔可信嘅。我只有靠住上帝嘅靈，先至能夠從內心去發出真正嘅公義。我唔要求自己去效法呢個世界，只要俾我嘅心意更新而變化，令我能夠喺每一天嘅生活中察驗出活出上帝嗰個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嘅旨意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呼召我成為你國度嘅精兵。今日我願重新立志，穿戴你所賜嘅真理同埋信德，唔睇環境嘅艱難，只睇你復活嘅大能。願聖靈更新我嘅心意，令我滿有勇氣同埋智慧，喺生活每一處戰場上都能夠活出你嘅旨意同埋榮耀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